暑期親子導賞作文遊。鑽石教室與沙頭角故事館合辦。可選行程 A. 探索沙頭角禁區塱原自然生態公園。或選行程 B. 沙頭角抗戰歷史之旅。70多年的封閉，令沙頭角禁區內許多舊建築及文化傳統被保存下來，見證100年來的歷史演變。本旅程走過郵政局、中英街口、車平街、沙頭角村、碼頭、天后廟、沙頭角之角、新樓街及沙頭角故事館，導賞員為你娓娓道來當中故事。午膳後乘旅遊車往塱原自然生態公園，了解及欣賞塱原濕地生態，然後沿雙雨河畔至河上鄉，參觀法定古蹟居石猴公祠。沙頭角禁區及鄰近地區是東江游擊隊的重要基地之一，在導賞員帶領下，遊走昔日軍事遺跡，認識抗日歷史。午膳後前往日佔時期建造的機槍堡陣地，並參觀沙頭角抗戰紀念館，了解香港抗戰第一家羅氏家族的事蹟。